母，亲像老爸，亲像老人，亲像少年，永活的上帝。哦，所以每一节呢，拢有无同的意义吼。好，来，咱即摆来唱第一节看卖吼。叫生命，一生到美丽，对比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充满一生心家，听通主上帝，我若呼声。好，等一下。哦，咱这首歌呢，咱为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咱拢唱头前哈。咱原来会当开咱的信息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拢唱迄个还未反复的所在。第六节甲唱上后壁吼，所以咱即摆唱第一节、第二节啊，甲第六节吼，来过一届哦。奇妙生命，一生无比例，对比如甲故事会通讲起，充满荣耀心家，听通主上帝，我若何山。第二节，亲像老父，人民做无停，计划有着一切奇妙创造，献出极大智慧，万物的平衡。我若何山不信上帝，第二节、第六节，因我上帝伟大我想象，钦定我标叫我人所理解。做日咱真美当伴，常平静相拥，最后路就成了因我上帝。好，咱今日吟诗学到到这，请准备咱的心。
请咱大家闭慢心来敬拜上帝。阮的心神听候上主，伊是阮的帮赞，阮的盾牌。阮的心袂因为伊来欢喜，因为阮倚靠伊的圣名。上主啊，愿你的慈爱施落予阮，因为阮仰望你。做伙来吟圣诗第25首。25首，奇妙圣名，至善高美丽，请徛开吟。Amen.
请咱游员徛地，做伙压头来祈祷。阮伫天父的阿爸爸，今日是旧历年的第一个主日，阮感谢上帝，互阮用敬拜做伙过新年，做伙迎接光明活命的日子。阮感谢上帝，你赏赐阮休困的假日，互阮得到透气甲安息，互心灵甲身体恢复快乐。你是大权能的上帝，是阮独一的主，是救赎阮的天父。你有丰盛的怜悯，用极大的慈爱疼阮。伫阮要伫白日灵性已经死的时，你互阮甲基督做伙个活，互阮对上帝恩典得到救，互阮有自由，无过受压制做奴隶。主爱的天父，阮要趁伫今日调见你的时，来向你恳求，求你帮助阮，莫阁互耶稣徛伫门外，伫拍门听候。就请耶稣进入阮的心，就基督耶稣的心志，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用基督耶稣看待家己的方式来看待家己。阮看伊自愿谦卑顺服甲死，伊会搁我互罪甲死，拢总失去对人的控制，互阮无搁再是罪奴隶，互阮免去惊吓，免去失望的一种恐怖。阮求你帮助阮，精神对耶稣的认捌，无互搁伫今日阮所求的愿望来消失，就顺探你的旨意，伫你所互阮领受的日子内面，有你赏赐的智慧，免得连想都无想，就靠遐个虚假来白去。赏赐阮勇气，无做奴隶，互阮学习基督的款式，顺服上帝，毋是顺服人。赏阮慈爱甲怜悯，赏赐阮仁爱，互阮疼惜阮，也疼惜别人，关心受造的万物，就看到遐弱势甲智微细的需要，伫私人的范围，亲像生活的意义甲生命的价值观顶悬，就用温柔的方式来表达爱心；伫公共的范围，亲像人权、民主甲政治，就正做一个行公义的人。赏赐阮身体勇健，伫外在世界虚华的时，求你同在。阮互阮无失去内在的平静，颠倒着进前胜去，来得到你赏赐的快乐。求你赏赐阮感谢的心志，听候主你的引带，愿天父照你的旨意来行。这时，阮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三角来出声。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对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入息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后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求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第53篇。启应文第53篇，这篇启应文是出自弥迦书第6章。咱做伙来启应。我着带什么就近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敢会欢喜千千只公的羊，也是万万条
溪的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着实行公义，心存主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做伙来吟圣诗第181首。181首，当心学老天白，请徛开言。请坐。做伙来祈祷。至诚的上帝，感谢你将你所听的圣经无条件赐予阮，通过基督，互阮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既然谦卑接纳你的圣经耶稣基督，你就要做伊心神的主宰。愿你掌权，求你的神充满着阮的心，恳求上帝开阮的心眼，通过大牧师的正道，互阮通知你宣召阮来要得的愿望是啥物。请你帮助阮明白，你要通过耶稣基督。互阮做你囝儿来归伫你，既然是接纳耶稣基督，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做上帝的囝儿，这是你所欢喜的，是你的旨意。阮要顺服你的旨意，你所赐超越一切了解的平安，会通过耶稣基督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求你将这个恩典充充足足的赏赐予阮，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做世间的光来阳光天白，做地上的盐，互人食到敬虔的滋味。领受新的活命，彼此相听，为主来做见证。原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角来共读圣经，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罗马书13章第1节到第7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大家人着顺服伫顶面的权柄。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来，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所以反抗
官兵是违背上帝所制定的制度，反抗的人会受审判。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刑，是要互做歹的人行刑。你敢无爱一个免惊有官兵的人？若爱，就最好，你就会得到称赞。因为伊是上帝的册用，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毋过你若做歹，就惊伊，因为伊带剑毋是无目的，伊是上帝的册用，是伸冤者，要替上帝刑罚做歹的人。所以恁着顺服，毋是单单因为惊上帝受气，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恁纳税嘛是为着这个理由，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在执行伊的职务，着对众人尽伊的义务。恁欠的着行。应该纳的就纳，应该敬畏的就敬畏，应该尊敬的就尊敬。愿上帝的话帮助咱尽本分，做好上帝国的子民。下面咱要请圣歌队妇女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耶和华祝福满满。感谢，这时请陈永文牧师讲道分享圣经上帝话，题目是基督徒甲国家。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新年头一天，咱做伙敬拜上帝，也要甲大家讲一声新年恭喜。咱真感谢妇女诗班，连续2天昨昏甲今仔日拢用真水的音乐。诗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今仔日唱这首咱真熟，耶和华祝福满满，确实望上帝的祝福，伫新的一年也甲咱相甲伫地。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经文，罗马书13章1节到7节是咱真熟的经文，特别讲起基督徒甲政府，是讲甲国家、甲政权的关系。为什么保罗要讲到这个主题呢？咱若搁读落去，
读到第16章，就会发现，伫保罗所熟悉的即个罗马的教会群体内底，至少有2个，伫16章10节甲11节有提到，有2个可能是为着帝国的官员伫工作的奴隶，所以伫罗马教会内底，也有伫政府内底工作的人。所以保罗有意思伫遮讨论政府官员的责任，特别要讲起权力的问题。若讲对12章开始，保罗咧讲起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迄个新的伦理态度。保罗伫遐讲，毋通互世界甲你同化，就要不断互上帝甲你转化。安尼，即种新的伦理态度，进入到第13章，开始讲起咱面对真要紧的，就是政治权力的问题。政府的本质是甚物？另外，保罗真关心，咱知影前几章就已经读到，真关心宣教。宣教真要紧，就是伫迄个帝国内底，要怎样会当顺序来传福音。若讲即个政府发现讲即个基督教群体是真危险的，有破坏性的，安尼伊会对宣教施压力。所以保罗也真谨慎，要伫遐表达一个较平衡对政府的态度。所以伊今仔日咧讲的这段是有政治味无毋对，但是伊无直接去挑战政治的权威。咱若读，亲像圣经最后一本的启示录，启示录内底，咱若读到迄个约翰咧讲起政权的迄个口气，就真赖。保罗若共款用真赖的口气来论政府，真有可能伊要宣教，要去西班牙宣教，这计划可能会拄着困难。佫一个真要紧的所在，就是当保罗咧写罗马书的时阵，尼禄皇帝还未迫害基督徒，所以迄个时阵通讲佫算较中性和平的时期。所以保罗伫遮用真实际的角度鼓励基督徒怎样来面对国家。不过，罗马嘛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咱会记得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的机器，甲基督定是一家。所以基督徒对这个一个异教的国家，是毋是爱顺服伊的权力甲机构？这也是保罗想要甲这个信徒做伙讨论的。下面咱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对第1节一开始就讲，逐个人就顺服伫顶面的权柄。顶面这字原文是较悬，毋是上悬，是较悬。所以加尔文伫伊的释义内底就讲，伫遮咧讲的毋是迄个最高的权力，是上帝赐予伊的权力。这个政府的权力，毋是终极的权势。接落去讲，因为权柄拢是对上帝来，掌权者的权柄拢是上帝制定的。不管罗马官方安怎宣称讲伊的权力为哪来，保罗伫遮咧讲起权力的源头，伊无照迄落罗马人咧想的，讲皇帝权力是对迄个 Mars 就是罗马的迄个战神，神明内底迄个战神，嘛毋是为丘比特来，丘比特嘛是一个战神。政府的权毋是对这个罗马神明来，是对犹太基督教信仰的迄个上帝来。这句话非常要紧，咱若斟酌想，保罗安尼咧讲，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宣称。
咱会记得对罗马书第1章开始，就已经讲起即个上帝，也讲起即个上帝伊的义。为第1章到12章，咱拢读到，而且讲起即个上帝义是表现伫迄个去用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的身躯顶表现出来。上帝义是通过牺牲为了世间人受苦来表现出来。讲到即个上帝是所有权力的源头，这有一个足要紧的一个出发点。保罗伫遮开始要将上帝主权一步一步甲收回来。有学者讲，这是一个政治收编的行动。世间这政治是属于上帝的，毋是属于世界的。保罗安尼咧宣称的时候，要甲迄个世界的主权要甲摕回来伫上帝手。咱对12章就已经读起即种的努力。12章伫遐讲，毋通互世界甲你同化，爱互上帝甲你转化。咱的价值观、咱的主权，毋是属于世界，是属于上帝。到今日第13章，进一步讲，帝国的权力是上帝的，是为上帝遐所制定的。这个讲法，若罗马官员听有，伊一定会感觉哇，这宗教团体真危险，真有颠覆性，因为竟然宣布讲罗马政权是对基督的爸上帝所制定的。伫遐讲，逐个人要顺服伫顶面的权柄。保罗伫遮迄个权力的赞词真清楚，上顶头是上帝，下骹是政府，下面才是信徒，一个三赞的即个赞词。神学学者 N.T. Wright 安尼讲，即个阶层的观念，对遐真骄傲、看家己最神明的这个统治者，是甲因降一级啊，甲因降一级。互因谦卑倒转到人民的这个角度，对保罗来讲，上帝超越所有的政治权威。学者这个 Blumenfeld 伊强调讲，上帝毋但是权威的源头，所有的君王的合法性拢为伊遐来。上帝是唯一的统治者。那安尼。君王其实甲人民同款，是平凡人，若毋是因为基督甲伊设立，伊就无权力。而且讲，大家爱顺服，背后真要紧的是讲起即个上帝主权。这咱若倒转去到头前12章1节到20节，伫遐讲毋通互世界同化，都爱互上帝转化时阵。咱就知影，这个顺服是出自一种心智更新变化的结果。咱的12章1节到20节一直咧讲，你都爱家己查验、爱辨明、爱查验。你查验了，你就知影啊，这个世界所有权力拢是上帝的，所以我愿意顺服。咱进入第3节到第4节，伫遐讲统治者。毋是要互做好的人行侠，是要互做歹的人行侠。佫一句讲，伊是上帝差用，伊的职责是要帮助你。政府服侍上帝，是为着人民的利益，是为了要帮助遐好的人，处罚遐歹的人。咱讲赏善罚恶，这就是执政者的本质。然后讲，因是上帝差用，差用这字原文是罗卜服侍者，diakonos，照着这个人所建立的这个特殊，上帝囝儿才会当踮世界生活。那倒转去到12章第1节，会当伫世间活出迄个合宜的礼拜，合宜的敬拜。咱会记得咱咧讲12章的时阵，讲起咱是世间
生活、工作，拢是一种敬拜，为着上帝敬拜。而且，若有一个政治特殊，咱才会当将这个合宜对上帝敬拜画出来。第40底下有讲新愿的，新愿的原文是生气的器具，生气的器具。这互咱想起1章18节底下讲起上帝公义，所以发出生气。然后讲这个人身躯有带剑，剑这里当时抽象的这个官员，还是政府官员，拢会带剑。佩剑的意思就是代表公平。保罗伫遮嘛淡薄仔有迄个讽刺的意思，因为剑嘛会使讲是罗马帝国主义的象征。但是这个帝国却变做上帝审判的工具。咱长老教会开创者加尔文对罗马书13章有真深的讨论。伊讲这个掌权呢，已经咧统治这个世界，敢若这个事实已经到遐，咱就爱无例外，拢爱服从这个政权。但是，咱服从这个掌权呢，是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目的是要带予人类福利。上帝委派这个官员，是要叫因用公义甲法律来管理世界。所以执政者无应该照家己的欢喜，还是家己的利益来管理，是要为着众人的利益来管理。这官员的权力毋是无限制，因为权力上要紧的是要用这受治理的人的福利做准钱来看。第5节，保罗进一步讲。毋是干那因为惊上帝生气，嘛是为着良心的缘故。一般人服从政府还是官员，常常是出于惊吓，出于惊吓的心。但是基督徒毋是安尼，毋是惊上帝生气，是伫上帝面头前，通得到良心的平安来服从。因为执政者是权力。这个行使者，国家的权力出于上帝，所以对执政者的服从，变做一种良心的义务。保罗将服从对迄个惊吓带到义务的这个赞处。到第6节，伊讲纳税。当时罗马政府纳2种税，一种税是财产税。一种税是叫做丁税，丁税就是人头税。每一个人头拢爱纳税。你若有财产，你有劳力，你有土地，嘛爱纳税。保罗伫遐讲，为什么咱爱纳税？因为伊是服侍上帝的人，在执行伊的义务。这官员是上帝服侍上帝的人，所以咱就来尽这个义务。到最后一节第7节，伫遐讲着对众人尽恁的义务，而且重点为服从转到尽恁的义务。保罗用安尼来做结论。服从有一点仔被动的概念，但是尽义务这是主动的。这会当倒转去到咱进前12章1节2节伫遐讲。咱这个群体爱定定去辨明、去查验，什么是上帝良善、完全、通欢喜的旨意。当你经过这查验了，知影这是上帝旨意时阵，这个代志就变做主动会当去做的代志，欢喜甘愿去实行的义务。所以保罗伫遮第7节用真水的话讲，恁欠的。就行，应该立的就立，应该敬畏的就敬畏，应该尊敬的就尊敬。这是一个欢欢喜喜出自家己的心志，
服从上帝的人活出来一种义务的人生。哦，这通讲已经是一个非常水的伦理的态度。各位兄弟，咱今日对这段短短的经文，会当做伙来思考几点。头一个，这段经文甲咱讲，官兵是对上帝来，所以爱承认、爱服从政府。保罗为什么安尼讲？有人讲伊生来就是罗马公民，哦，使徒行传22章讲起伊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使徒行传16章、21章拢有讲起伊，因为这个罗马帝国的政府的法治，得到宣告顶头的一寡方便，所以咱讲保罗对罗马政府基本上是有好感的。伊嘛因为安尼，伫使徒行传25章讲起伊对皇帝提出上诉，望伊会当得到上帝皇帝直接甲审判。所以保罗伫遮教人爱服从罗马的政府，是因为伊对罗马的好感，想要来接纳罗马这个制度吗？还是保罗伫遮是要帮助人思考国家权力的本质是甚物，也要确立服从迄个权力的基本的理念？可能是后壁这个。因为对保罗来讲，上帝就是公义，公义需要通过特殊来展现出来。所以上帝伫咱人间设立一个权力的机构，来维持社会生活的特殊以及伊的制度。一切权力拢是出自上帝，是上帝设立的。对国家权力的服从，变做信仰一种的基步，这是保罗提出来的概念。保罗的观点嘛有另外一个真要紧的角度，就是将我还未来以前，这是一种不得不的妥协。就是讲上帝国迄个完全完美的世界来以前，咱必须要接受这个政府做维持公平甲特殊的权威。罗马的法律虽然无完全，但是也会当扮演赏善罚恶这种的功能，所以就要尊重，就要服从。这个概念嘛会当连接到咱进前读到罗马书的12章甲第9节。第9节遐讲，疼人就真实，就厌恶邪恶，持守良善。这句话咱若用伫今仔日的这段经文嘛，使讲。服从就爱真实，服从毋是假，服从是出自自由公正，出自家己良心的要求来做的。实际上，咱若去检验规本的新约圣经，会注意到，毋是干那罗马书安尼讲啊定。咱若去读。提摩太前书2章1节甲2节，保罗嘛伫遐讲，我劝恁着为着所有的人、君王甲官员，祈祷、代祷、感恩，互咱通过平静安然的生活，凡事敬虔端正。提多书3章嘛安尼讲，提醒大家爱服从执政者甲当权者，通准备好势，做逐项好事。以及彼得前书第2章，伫遐讲，为着主的缘故，恁着顺坦人的制度，最高的统治者君王也好，还是君王派来官员，咱拢着安尼，着敬畏上帝，尊敬君王。毋那新约圣经一直拢有这个主张，新约圣经以后，初代的教父所写的迄个护教书，大部分拢表达同款的态度。咱敢若举一两个例就好。真出名的初代教父尤斯丁，伊所写的第一护教书，伊讲阮拢守耶稣基督的教示，
随时拢准备要纳税予恁的官员。阮敬拜唯一的上帝，总是伫其他的事，阮拢乐意服侍你。哦，这护教书是写予皇帝写的吼，所以伫遮讲的你就是皇帝。阮承认你是正人的君王甲统治者，也恳求上帝，予你有明智的判断。非洲的教父特土良，伫伊护教书嘛安尼讲。阮向上帝祈祷，也为阮的君王的平安祈求，望因得到上帝恩典。阮为着君王祈祷，予伊长岁受国家安全方式会当得到保障，军队勇敢，而国会会当忠心，百姓有道德，世间有安宁，一切拢出自上帝之。所以，咱看见不管新约圣经其他的批示，还是初代教父的作品，也拢在鼓励人，就爱承认政府，爱服从政府。这背后应该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头一个，当时相对伫这个当时的犹太团体，犹太人团体内底有真侪激进派。定定起来反抗，伫巴勒斯坦遐定定看见有起革命，其中上激烈的，就是所谓的迄个激进党奋锐党，因为因无要接受世间的君王，干那要接受上帝是唯一的君王，甚至激进党内底有一个上激烈的，就是叫做大刀的人。因会去暗杀罗马官员，以及遐纳税甲，还是讲甲罗马政府合作的人。对保罗来讲，伊无认为这种背叛、反叛，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相对伫犹太团体，基督教有无同款的政治态度。另外一个理由就是，基督徒嘛是公民。袂当脱离伊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伊享受国家的权利，嘛爱尽应该尽的义务，这是信仰团体的责任。保罗甚至伫遐讲，是为着良心的缘故。但是咱毋通袂记咧，讲到遮，保罗嘛无甲国家无限甲伊压甲足悬。伊敢若甲讲，这个国家是上帝的工具，要互世间有秩序，袂混乱。最后一个理由，咱拄仔头前已经讲啊，就是为着宣告，罗马的和平确实对宣告有利益。不管执政者有意还是无意，因拢是咧做上帝工作。所以保罗认为，基督徒徛伫国家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是支持协助，毋是抵抗，还是阻碍。德国神学家巴特对这个罗马书13章有提出真水的解说，徛伫较平衡的态度。伊讲保罗其实伫遮要帮助咱伫迄个最高特殊的上帝。甲世间的政治的权威中间有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一方面无完全正当化这个政权，政权毋是逐项拢对，毋是逐项拢会使，无绝对甲伊背书啦，但另外一方面嘛无支持革命的立场，所以倒转去到咱头前12章伫遐讲的。你就要用善、用好赢过歹。保罗是徛伫这个角度，用好行做歹来解说政府应该有的态度。第二项，咱今仔日对这段经文进一步来看，到底基督徒甲国家的关系是安怎？今仔日真侪人真爱用这个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在讲
教会甲国家的关系。咱会记得伫即段经文中间，保罗并无伫遐真清楚讲，当执政者无做好，无应该无照公义来行代志，甚至滥用权力的时阵，咱要怎样对待政府？伊无安尼，伊无讲到即个部分。所以，伫初代教父中间就无共款的看法。亲像非洲的神学家厄利根，伊就讲，政府若迫害教会，伊就无过是上帝的采用啊。不过呢，亲像咱长老教会开创者加尔文，伊的立场就较保守。伊讲，若有独裁者，还是不义的政权，因应该毋是对上帝遐得到任命的，但是伊的权也阁是出自上帝，所以你袂使无服从。加尔文甚至讲，当即个不义的政权迫害咱的时阵，咱爱想，这是上帝嘛咧对咱一种的警告甲处罚。所以无共款的立场，互咱倒转来想，到底政教分离是甚物意思？咱知影，对第4世纪开始，君士坦丁皇帝接纳基督教做合法的宗教以后，所谓这种君士坦丁的教会就出现啦。为第4世纪一直到今仔日，差不多拢这个模式，就是政治甲宗教常常是结合做伙的。敢若一种国教的关系，这个今仔日欧洲真侪国家，咱阁看到这个情形。所以政治甲宗教过去真长的时间是合作伙的，有人甚至用基督教王国来称呼，Christendom，这个基督教的王国。这种的态度，互久长以来历世历代的教会，大概拢会去祝福国家、支持国家。的这种合理性，到什么时阵才开始无共呢？一直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时阵，有出现这小派，小派就是咱今日讲兄弟会、文乐会、贵结会，还是浸信会，这拢是属于小派。小派头一摆主张政治甲宗教爱分开。所以因建立的教会，嘛算一种志愿的教会，每一个人拢家己欢喜甘愿来加入的教会。教会甲社会国家慢慢分开。这种的主张，嘛，互后来主流的教会渐渐认捌。教会甲世俗的政治中间要有一个距离，有一个距离。所以。政教分离，今仔日慢慢变做普世价值。咱看见真侪国家伫宪法内底开始甲政教分离的原则写入去。美国政府、美国的宪法就是头一个。总是讲到政教分离，咱常常无讲袂清楚。真侪人真爱引用耶稣伫马太福音22章伫遐讲，将该杀的。归予该撒，将上帝归予上帝。用这句话要来讲政教分离。但是听伊讲，大家讲，佫无清楚。虽然讲虽然的，有真侪人甚至真爱用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强调讲教会袂使插政治，教会袂使去干涉政治。所以有需要咱。更较清楚来认捌什么叫做政教分离的原则。我伫遮真简单，该整理3个点，帮助咱来思考。头一个，政教分离主要是要为着维护宗教自由，这就是小派的立场啦。16世纪的时阵，小派拢受迫害，所以因提出政教分离，上要紧就是讲，阮有宗教自由。国家袂当干涉阮的宗教自由，教会面对政治，教会有伊的主体性，有伊的主体性。
公权力袂当介入教会的难处，特别是信仰良心的难处。所以，咱第一点真要紧要了解这项政教分离，目的毋是要叫你袂使插政治，是要维护教会的宗教自由、信仰的自由。当初主张的这小派领导者，其实是不只用政治的方式来进行这种的主张，因争取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的自由、集会的自由。这通讲是政教分离头一个最要紧的精神啦。教会是主体唯一的自由。第二点嘛真要紧，第二点在提醒基督教团体，咱主要是一个宗教团体，毋是政治团体。教会做一个整体，无应该加入去政治利益的运作，还是甚至变做政党，咱讲附庸，变做附庸。教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团体，这点嘛是一个真好的提醒。最后一点，常常去用忽略，政教分离，毋是讲教会袂使关心公共事务，还是政治事务。当初这小派、这领导者，因并毋是要盗摒世间，还是要远离世界，因所要求的。是上帝赏赐的自由，我会当为着这发声行动。所以今仔日的教会，特别主流的教会，嘛真清楚讲，教会袂使盗摒政治的责任，明哲保身。教会爱出自信仰良知，对公共事务关心发声，将上帝国的价值会当表达出来。这无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希望咱对政教分离的精神会当较深的理解，才知影咱怎样伫这个世界生活。最后一点，一个小小的点，今仔的经文搁较深帮助咱去思考，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本质是什么？今仔日头一句话就讲啊。权柄拢是对顶面，对上帝遐来的。咱知影权力真容易腐化，权力真容易滥用，造成世间侪侪无公义甲伤害。咱伫旧约圣经，伫先知的传统就看见，先知对遐社会内底受迫害、受剥削的人发出真强的声音。先知阿摩斯。还是咱拄仔读的启应文，先知米迦，拢对无公义的滥用权力发出强烈的声音。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嘛是。到伫新约，耶稣家己本身嘛是一个对权力非常敏感的人，伊不时对权力提出挑战，要求人爱为着权力负责任。咱的台湾过去真长的社会经验，就是真侪滥用权力的一个经验。我捌听一位法国的神父李安德神父，伫咱台湾住伫要50年，后来过身嘛带伫咱台湾。伊有一届演讲讲，伊讲我伫台湾住40几年啊，我经验到一个足深的经验。就是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仔权力，伊就会大大甲伊滥用啊！每一个有权力的人，拢会想办法要去滥用权力。伊咧讲起台湾的社会啊，甲政治，这种滥用权力的政治需要改造。毋知大家各会记得，这个陈水扁先生做台北市长的时阵，伊去改革迄个基层的行政体系的办公室的文化，发大来遐尼大的改变，大家人耳目一新啊！一个新的政治文化，权力袂使滥用，是要用来服务人的。这今仔日这个经文嘛，提醒咱深深去思考权力的本质，权柄
拢是对上帝来。权力会互人腐化，但是权力嘛会当互无力的人变身。权力会互人骄傲，但是权力嘛会当互人谦卑。滥用权力造成无公义甲伤害，那善用权力要互人得到快乐，佫会当互公义实现，互边缘的人出头天。所以权力的使用，在伫背后的价值甲信念，在伫使用者的动机甲目的，这也是今仔日真值得咱深深思考的一个主题。希望通过保罗今仔日这段经文，帮助咱思考咱甲国家、甲政府的关系，也互咱思考权力使用的时阵，爱有一种上帝国的价值伫背后。成做一种敏感甲思考的出发点，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念听堂的上帝，阮今日通过保罗所写罗马书13章1节到7节这段真要紧的经文，思考权力的问题，也思考阮甲有权力的这个权力机构、政府、国家的关系，帮助阮伫国家中间。会晓尊重权力的使用者，嘛知影怎样对需要的时阵对权力发声，互上帝你的权力是用得到、用伫需要的人、用伫有意义、有价值的方面，互阮做基督徒伫世间也学习有公民的责任，也会当成做世间的光、地上的盐。阮将阮面对世间的这个责任，也学习这个功课，也将这个放伫阮的心内，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12首。512首，人人拢真温群，请徛起来吟。请坐。这时，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新春这节期的期
期间，一个厝内人的团圆出入来得到平安。为着这个新春过了，上班甲学生伫这个2月16号要开学。第三，就是为着2月14号礼拜三大斋首日的这个42个静默甲灵修，请咱三角出声，同心来祈祷。这时，咱请苏县长谢孟如执事带咱做结束的祈祷。愿伫天理的爸，感谢主，过去一年平安保守带领。虽然过去世界有足多不安的代志，但是相信主，你掌管这一切，你的真理是愈来愈显明。求你互阮未来的一年，愈来愈有信心，坚守你互阮的价值，成做世界的光甲盐。感谢主，互阮有新春期间，会当甲厝内的人团圆。求主互阮交通出入得平安。新春过后，上班甲学生2月16开学，一切顺利。嘛，阮新的一年，搁较甲主亲近，甲上帝同在，以主的教示管理年后的每一天。2月14是大斋节期的头一天，为着纪念主耶稣为阮死，搁活，阮爱恬静灵修，体会你的拯救、仁爱甲公义。感谢你遐尔疼阮，阮安尼祈祷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来奉献。
这时，请大家起来，用红喜旗做咱的祈祷。小姐，请咱现开周报通知事项。2月份的职员长老是王英德长老。报告第一项，今日是新春的初二，感谢大家咱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礼拜了后，欢迎参加这个中庭有新春的地饼会。第二场的礼拜暂停。香港的团契礼拜伫下晡2点伫小礼拜堂来举行。报告第二项，阴阳牧师感恩欢送会，感谢林牧师多年来伫咱本会用心服侍。牧友部门定伫2月18号，这个中昼12点10分的时，伫这个咱的地下室101甲103教室来举办感恩的欢送会，遮内面有备简单的餐点，请参加的兄姐伫礼拜后用这个招待处来报名，也是恁将这个手机扫这个 QR code 来报名。小会这个欢送会要定伫迄暗的暗时来举行。第三项报告。这个2月14号、14号有这个大斋首日的这个太极的祈祷，欢迎兄弟来参加。这个第4项报告，韩国大川教会来拜访，韩国大川教会青少年访问团有20多下，要伫这个2月16甲22号来台湾。来拜访，本会韩国牧师、赵牧师甲朴牧师要来协助来接待，因要伫2月18号，伫咱这个第一场的礼拜中来献诗。中昼时的时阵，要甲本会的青少年来联谊，欢迎参加。第5项报告，这个伫2月21号暗时，就是拜三暗时的这个太极的祈祷会，要来。这个暗时有这个举行台韩友情的太极祈祷，欢迎兄弟来参加。第6项，万主之主启示录这个圣经的这个讲座是要邀请孙宝林教授孙宝林牧师伊来这个分享。时间是这个2月25、3月24，拢是礼拜日下晡3点半的时间。地点是伫咱教会小礼拜堂，欢迎大家参加。第7项，长老教会这个有这个监控的档案，这个个案研究的报告第2届这要伫咱这个大礼拜堂遮来举行，时间是2月25。下晡2点，要邀请到总会研发中心黄泽燕牧师甲本会郑永文牧师来带领，来分享，欢迎大家来参加。第8项，儿童主日学要准备这个2月27到2月28，伫咱教会要举办这个夜宿带伫咱教会这个活动，因要
准备伫咱的地下室啊打地铺，吼，要将迄个咱儿童营用的这个地垫铺好势，啊，囡仔要伫遐来过暝。因伫这个28号迄天吼，小朋友会用自费，就是家己出钱来参加伫 Y17要进行的这个抱石的活动。这个抱石的活动就是一种类似迄个攀岩，但是较小型的活动。哦，那要报名的这个小朋友，吼，因爱有家己自理的这个能力，而且对这个团体有基本的这个熟悉，啊，会当来遵守迄个活动的这个纪律。这个以这个小学3年甲6年为主，吼，啊，报名费100块，啊，为今日开始，为今日开始，甲15号来报名。第9项，伫228，就是2月28，迄天咱要来纪念。迄天的下晡2点28分，教会要来敲钟39响，来纪念这个事件的受害者。39响的响，这钟声是代表耶稣基督被定伫十字架进前，受到罗马政府的兵丁鞭拍39个，每届的鞭拍是代表上帝为世间人的痛苦所承受的鞭挞。这39个这个敲钟，嘛是要来提醒咱的社会，对228的事件、白色恐怖，直到今日，咱犹原爱坚持信仰的精神，甲受苦的人做伙受苦。欢迎兄弟来参加。伫迄天参加的人，要来受到这个北美妇女会所制作的这个百合花象征，吼一蕊。以上第10项报告，今日起伫这个招待处有提供咱教会的红包袋啊，欢迎每一人来摕一份，直到这个用完为止。第11项报告。2024年建筑基金奉献目标，咱要定伫今年奉献的目标是2000万，请兄弟来关心带到。本会伫2017年2月12号举行这个主要的教室签刷，甲开始这个工程开工，直到这个2020年9月20举行。完工的感恩礼拜，这个总共的支出是2亿4347万0582块。直到这个去年12月初6，咱伫这个银行的贷款已经全数来还清。目前咱阁要有这个会友来借这个无利息的贷款，拢总要有1380万，啊，向咱的经商费借款有600万，合计是1980万，请兄弟为着咱最后一里路来大道奉献。第12项报告，这个内政部警政署要开办这个自愿来这个按指纹建档吼。这个服务要透过这个指纹的辨识的这个特征，来帮助这个有可能来识别唔知影路倒转的人。欢迎有需要的本人伫这个3月初1，就是礼拜5下晡1点30分到3点，伫咱本会这个主要教室来遮。这个接受也是参加这种建档的服务。团契消息，咱少年团契伫咱10点已经
这个有慧玲老师来带领。第二项，布拉伯小组伫中昼12:20要伫宣教中心2楼来聚会，要请王以如弟兄来分享。妇女团契甲少年团契伫咱新春的这个假日内底要暂停聚会。第五项，学生团契要伫拜六2月17号暗时6点，伫咱本会主日教室来聚会。主理是大家做伙来。第六项这个学生团契要伫2月23号到24号要伫9份的教会举行灵修生活营，欢迎这个大专生甲高三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参加，欢迎市场长老报名，还是办公室来报名。以上报告，这个其他的这个教界消息，近期的曙光的聚会报告，大多数项，请咱家己看。即马来请陈牧师介绍甲请安。各位兄弟，咱今日有真袂少人客吼，咱来简单介绍。这个真如坊的亲戚陈委员，请起来高庭教会的农历员。这个台南新人医的老师吼，这个尤其读开伊先生，甲伊的先生 Daniel， 后生 James。佫有咱国内来宾黄锦勇甲陈淑秀。佫有即个古林栋甲陈淑美，为美国倒来探亲吼，是陈淑秀的姊妹吼。另外有日本的人客，千叶科塞利扎瓦，嘛有看见咱考试院的委员吼，陈景生教授甲伊太太王雪萍老师吼，好，欢迎大家，咱互相请安者吼。做伙来吟圣诗，就是要变诗。圣诗398首，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题目师来祝祷，请徛起来吟。愿上帝平安，盘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不煞。阿门。阿门。
请坐，密道避讳，若有需要带导的兄弟，请来到咱教会我济南路的雨伞骹。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中庭的地饼会交易。